好啦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中国的解放军持续来威胁到台海的安全。国防部来透露，因为战情紧急，将要伫新北市、桃园、嘉义等9个地点来起暗地反舰飞弹的系统，目的就是要伫台湾海峡反制到对方的军舰飞弹，阻挡敌人登陆台湾。讲相关飞弹的预算高达1663亿，目前当伫立法院等待过关。中共军机逐天都来伫乱台湾附近的海域有075型两栖攻击舰，公布将部署换上的反舰飞弹作为反击。有关阵地工程的地点和执行的细节，因为内容都有机密性，国防部不做进一步的说明。今日一天，立法院审查相关的预算，伫朝野立委追问下公布讲，这个换上反舰飞弹系统，也就是雄三飞弹。将伫新北、桃园、嘉义等9个阵地起2座车库、任务管制中心加生活设施。因为敌情威胁增加，它的项和量都有改变。那它的项和量增加，而且增加的幅度比原本大很多倍。加上美国配合台湾的原子预测飞弹，海军上少爱增设20个原子飞弹中队，海防大队嘛由新北淡水3支搬到台中清水，扩编为原子飞弹指挥部。国防总用编1663亿，伫台湾海峡先反舰飞弹网阻止解放军登陆。不过，立委质疑讲，中科院飞弹福建的厂房敢对着进度。量产的这个非量产的高峰期是112年，在2年前就提前启动超前部署，我们来做厂房的一个整建的准备，而不是说急就章，到现在厂房没有盖出来。中科院定情讲，工程的进度正常，面对中国的威胁一直在增加，相关的国防建设卡手真正就要较紧嘞。